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5月初10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立法院通过7800亿的国防特别条例，风声讲行政院可能会提出新的版本来补足无人机的部分。安尼的诊所牵涉甲人偷袭的案件，为何保安说要严格稽查，真是违反相当停业甚至废照。台东有警察，若像因为对毒品翠兰快太的停事无效，检验的报告漏交，所以放走食毒驶车嫌犯。若被党团帮人数优势通过7800亿的国防特别条例，拆掉无人机甲 AI 系统整合的部分，引起美国的关心。风声讲，行政院可能会提出第二批的特别条例，甲国防预算报到1.25兆的规模。飞官穿控具衫，驾驶战机升空。母亲节这天，空军特别发布影片，讲到飞行员灵魂壮志守护家园的决心，背后是有母亲温柔的守护。我要飞得更高更远。面对中共军事协议，国军官兵坚守第一线，国防部持续提升战力。政府提出1.25兆正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在亚联合防守威慑相告通过7800亿，引起美国国务院关心。美国在台协会 IT 就呼吁机台无人机整合式防空加飞弹防御系统，这个出来预算也当通过。对这代志，行政院传出要研究补救方案，除了考虑偏离第年度预算，也无排除提出第二波特别条例。国防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其他的有关于商购、商售的部分、委制的部分，可以回到年度预算，这个比较实际。要再提特别预算，我觉得让在野党接受的几率并不高。国人的最重视的无人载具我们的这个生产链，那可能都没有办法被完备进去。还有反制无人机的这个生产链也没有办法被完制进去。不管是追加预算也好，或者是再次提出针对商购委制的特别条例也好，这都是可行的方案。行政院也搁伫全盘研究，不过在野先破冷水，不过想讲，若被7800亿是符合个人机台的上好版本。有学者是讲，面对中共飞弹攻击威胁，都要加速建构台湾基准，需要各座的强攻飞弹 AI 系统整合。不过，这届互人摆渡在外，台湾防空体系无完整，恐惊无法度对付中共军演，也该一直侵扰。不能只仰赖美国的爱国者，因为还有台湾的这个天空系统，还有强攻系列，而且最重要是这样的这个整合，这样的整合，我们知道我们跟美国购买的 IBCS 或者是 NASA， 甚至于怎么样整合台湾现有的很多的防空系统，其实非常重要。俄乌战争美伊冲突一再反映弹药物资欠缺的严重性。学者分析，台海若发生冲突，中共一定会封锁台海，台湾是不是会当独立持久作战，都要看国防自主的能力提升。记者采访报道。国内少年线标出移美诊所，若像甲人偷袭的代志，除了爱妮丽甲光德，即马连圣仪诊所嘛，互人指控。台北市目前已经接到5件消费者申诉的案件，卫福部嘛暗算要搁严格稽查爱妮丽诊所，那假是违法，相当会罚停业甚至废照的处分。本来就知道有装针孔吗？红带会几下个查甫人拢是光德诊所总公司 IT 部门的员工。第二例发生亲像设计奖康偷袭了后，光德也互指控有同款的行为。检警扩大约谈的5位工人人员审核，防以涉犯《告诉法》二小性剥削防制条例等罪嫌，高报50万。也过亲像偷袭事件脱销，圣仪诊所也互点名，引起消费者的不安，陆续申请退回。他们会要求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身份认证版面，那我觉得其实蛮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在签约的时候，我们在购买疗程的时候，他是没有请我们提供身份证的证明。反映圣仪诊所疑似有偷拍情形的消费争议申诉案件，共计5件。本府相关机关积极配合检警侦办中。今仔1日的时间，台北市已经接到5件圣仪诊所的消费申诉案件，也有消费者反映，希望以现金退回，也过煞拄到阻碍。面对医美界一直有风波，卫福部有计在意，新闻2里所在的地方卫生局要求做进一步的查处，若是查有违法事情，以医疗法相当互因停业甚至废照处分。本周5月8号，也就是前天，已经启动所谓的医美诊所
无预警的去做一个稽查，还是要看情节啦，不同的情节有不同的法则嘛。最严重确实是可以处以停业。当初为着避免医疗纠纷，不少医疗机构依法装摄影设备，今是要扩大清查医疗单位内部设备甲文书管理。卫福部有计后礼拜3开会，邀集地方卫生局甲医界团体，共同检讨医疗机构文书保护甲查核机制，搁一摆公布今麦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新北的选战，今仔日是母亲节，那里的市长参选人嘛是拼势走行程。民进党苏卡辉是到瑞芳参加绕境，伊感谢老母甲伊照顾囡仔。也然国民党的李树川是去福冈山参加活动，伊除了感谢太太付出，嘛讲未来会针对妇女的需求，提出更较完整的政见。到新北瑞芳瑞珠宫参加绕境活动，准讲是母亲节参选人也是行程真满。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家辉是2个囡仔妈妈，因为工作真无闲，特别感谢妈妈替伊照顾囡仔。我很谢谢我妈妈替我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昨天晚上我有特别抽空回家陪她看了10分钟的唱歌节目。国民党参选人李树川再去出席福冈山佛诞活动，感谢牵手的付出，嘛提出政见规划，讲要甲新北市的幼儿教育长照搁向前一步，预告未来会针对妇女政见提出完整的计划。这2个月大概拜访了很多，包括新手妈妈，所有的妇女所提的这个需求，我会做完整的这一个计划，提出政见。带头的把握假日骨力走基层，那台北市的初选原来有新进度，国民党中山大同初选新人201，民调结果出来，3届争取提名的中央委员卢伟输予跨区参战的大安区车站里长李义如。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团结，赢得第4选区这个部分4席能够全部胜选。台北市中山大同第4选区议员，国民党今年才往例提名4席，除了争取连任的现任议员陈炳富、刘彩薇、副议长叶林团，搁提名一个新人。因为中山大同基本盘偏绿，戴锡钦表示，市党部会尽最大的努力，全力辅选，一定以总调为目标。记者采访报道。去年底开始实施毒品喙烂快筛，不过伫咧台中警察若像是因为对停事无熟，所以检验的报告漏交，无法度甲牵涉食毒赛车嫌犯抓起来，只好当场放走。后来这2个警察嘛，互人依法上班。毒驾轿车报名啊，高速冲浪骑机车人了后，随后搁伫路桥顶冲浪对向的车。这个月初4发生伫彰化的毒驾驾事，造成2名无辜的民众死亡。伫全国毒驾案件一直升悬，毒品喙烂快筛执法。去年11月20正式上路，也毋过有基层警员亲像对相关的定数无啥了解，防以冲棒人权罪嫌上班。因办理毒驾案件，对法律程序误判。致有未依规定处理之疏失而不慎触法，本案经地检署缓起诉，相关行政责任后续将另依规定办理。台中市第5分局4平派出所2名警员今年1月19透早2点，查到亲像毒驾的姓区查甫人，经过毒品喙烂快筛，呈现毒品K他命反应，搁伫车顶查扣4.8公克K他命，以公共危险毒驾现行犯逮捕。也毋过移交侦查队的时，因为欠着要报告予值班侦查组吸收，最后派出所警员将案件改用函送，搁帮走姓区的嫌犯。一般来说，你的重放人犯是说在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抓到之后，你其实就没有真的想要逮捕他，就直接把他放走的。这种一般来讲，检察官会认为比较恶性中，他会被起诉。但是因为像这个案件比较像是程序上的疏忽，或者是说经验不够所导致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变成说他可能认罪之后就直接让他用缓起诉就把他结束掉。第5分局表示，2名派出所警员甲这位侦查组和分局以涉嫌刑法公务员冲棒职务上依法逮捕治人罪嫌，函送法办。2位派出所警员承认犯行，表示反悔，检察官予因原起诉。值班侦查组是查无犯罪事实，得到无起诉。警方强调，已经将本案列回案例教育，加强警员法纪训练甲联系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电的考试有9000多人报名，按算录取769人，也其中综合行政上侪人报名，4000多人要争取69个名额，录取率无到2%，非常竞争。
母亲节即天，新北永和的复合高中考场有大量考生坐伫石椅仔顶，把握最后的时间复习。虽然这几年公务人员因为调薪幅度，还有工作压力，真侪人离职。不过，国营事业有相对稳定的生存体制甲薪水，也是真侪人眼中真好的职业选择。应该是比较稳定吧，比我们那边的工作还要稳定一些。因为我们本身是那个核电厂的包商人员啊，想说就是考雇佣人员，就是看能不能变成正式员工这样子，薪水比较稳定，跟离家比较近。透风落雨抢修电网是台电人事上的代志，虽然工作挑战大，也是吸引大量人才挑战专业转型。台电今年新进雇佣人员初次，拢总将近100人报考，招募配电、输电、综合行政等14类别，一定录取769人。今年竞争上激烈的是综合行政，4703人要抢69个名额，录取率较无2%。跨越上济的配电线路维护类别，是有差不多1600人报名。到时候可能要爬电线杆啊什么的 ，OK 吧 ？OK， 对啊，因为我也不会读书，我只能做一点这种的，不然我也没什么出路啦。我们第一节大考率大概是56.5%，所以实际的大考率大概是有5200大概57人左右哦。所以整体的录取率就会从原来的8点多，会上升到14.63。台电预定7月14公布复试名单，8月初4开始展开复试。若是顺利录取，佮完成训练，一般新进人员正式台务起薪差不多38000，专职技术相关，伫做电力现场的工作，也是有电力相关专业证照。薪水有机会突破4万，对于未少求职的人来讲，这毋但是一场考试，更加是一场跳级的机会。记者采访报道。宜兰县逐年拢会举办甲爸母洗脚的活动，今年是已经第19届啊。今仔日是母亲节，早起伫咧宜兰运动公园嘛有来举行这项活动，吸引200个家庭参加，其中这年纪上大的妈妈是已经101岁咯。后生摕101岁妈妈烫起下仔尾仔了后，放伫温水桶内，用来自医院的温泉洗脚。宜兰县号称情书甲爸母洗脚运动，今年已经是第19届，初10早起伫宜兰运动公园公园球场展开。除了年纪上大的母亲，现场还有200组家庭参与替母亲洗脚活动，无分大汉细汉参与的囝儿会当为母亲洗脚，除了表示是初体验，也大声讲我真荣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第一次参加，自己让我觉得很高兴，当然高兴了。主办单位宜兰县好亲尊师联名，希望这活动将好道精神化作具体行动，提起做人囝儿爱珍惜当下，即是向父母表达爱意。所以讲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当然县政府一定要来支持甲到参加。所以讲，头拄毛讲就讲明年会扩大举办2020年吼，这真正是无简单的一个活动。县政府表示，宜兰长期推动好亲尊师的理念，这场活动已经渐渐成做宜兰珍贵的文化资产。每年的正日20周年，县政府会协助主办单位扩大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荷兰籍邮轮昂德阿斯号标出汉他病毒疫情，统计到侧背有传出8件确诊甲疑似病例，3个乘客不幸过身，目前是暂时无搁增加。不过今仔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船顶所有人拢会看作是高风险接触者，就要接受42天的自动监测。医疗专机慢慢降落西班牙的特雷里费岛，工作人员为机上提出器材，面对汉他病毒，各国提高警觉。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有上新的指示，荷兰籍邮轮昂德阿斯号顶管所有人员，一律当作高风险接触者，监控42天。As WHO, we classify everybody on board as what we call a high-risk contact. That might sound scary, but it's really it's how we will operationalize the movement of the passengers and the crew safely home. 根据 WHO 上新的资讯，到侧背昂德阿斯号拢总150人，其中8个确诊加疑似病例，有3个乘客不幸死亡，目前暂无新增加其他案例。We estimate that there could be around 6 for EU-related. And also around 4 for non-EU. And I know Tenerife is ready, prepared, and I know Spain is ready and prepared. And I would like to assure our support as well. And that's why I'm here.
这只游轮一定当地时间7日到西班牙迪雷里会岛，分配疏散各国乘客会持续1至2天时间。WHO 秘书长谭德赛嘛去西班牙协助撤离行动，甲西班牙总理展开会面，同时嘛强调汉他病毒对当地民众的风险真低。Quiero aclarar que ni parte del equipaje ni el cuerpo de la persona fallecida desembarcarán en Canarias, permanecerán a bordo junto con parte de la tripulación. El buque continuará posteriormente rumbo a Países Bajos, donde se llevará a cabo el proceso completo de desinfección y de gestión del material restante conforme a los protocolos internacionales. 港口各所在已经搭好检疫的天道，还有塑胶安全闸边，分好动线，要合法检查。各国也做好准备。包含西班牙乘客会伫马德里一间军医院接受隔离，美国 CCD 一定要甲美国乘客接到转去，安置伫内部拉斯加州隔离中心收治，还有英国公民一定伫阿罗公园病院接受隔离。进前传出原来有台湾籍乘客伫游轮顶，疾管署是回回讲，经过确认乘客甲船员的名单无台湾公民。记者综合报道。5月初9是二战纳粹德国宣布投降满81周年。按照惯例，罗西亚拢会伫咧莫斯科顶大城市举办胜利日阅兵。今年北韩的军队嘛有参与。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伫咧同一日宣布讲，已经说服罗西亚甲乌克兰停火3天。2026年度规模大救水的罗西亚胜利日阅兵，无往年拢会出场的装甲甲飞弹部队，只保留特技小组甲喷发彩色烟雾的空中训练室。不过，除了有参与陆俄战争的陆军队伍，挂奖章甲勋章假日。捌去库斯克地区支援的北韩也派出队伍缀伫后壁。伫阅兵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发表演说的总统普廷，调工强调对出兵乌克兰会当达成有定目标的信心。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 что наше дело правое. Мы вместе. Победа всегда была и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за нами. 二战期间，原本也属于前苏联成员，佮为着对抗纳粹德军有重大贡献的乌克兰，为着凸显甲西方国家同一条阵线，调工回避初9的胜利日，改做甲西欧共同纪念初8的欧洲日。到伫同一日，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发文宣布，已经说服陆俄两国同意为初9甲11有3日的停火。I asked and President Putin agreed. President Zelensky agreed, both readily, and we have a little period of time wher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killing people. That's very good. And they also agreed to give 1,000 on each side, 1,000 prisoners back. 另外，乌克兰一方面接受美国的调停，一方面指控罗西亚无意愿真正要停火。Та зрозумілу для них позицію. Ми будемо діяти абсолютно дзеркально. Сьогодні вони. 对于3日停火了后的和谈，罗西亚表示，除非确定永久的和平协议，若无意甲乌克兰直接面对面谈判。那乌克兰强调，绝对袂伫领土问题上妥协，也就是讲双方的立场差别也是真大。公司新闻七家人朋友。嘉义县六卡乡的农会一直拢有咧推广种洋葱，农会嘛举办食农教育的课程，毋但教社区的时代安怎做洋葱的料理，嘛带大家来体验用洋葱皮染衫，展示农业循环经济的成果。原本卖落来爱等晒洋葱末加水来煨甲出色了后，用树林扫甲竹仔甲棉衫绑起来，浸伫咧内底继续来煨。一领一领原本要回收的旧衫，拢有新的花草。第一个用洋葱来染衫，对社区的长辈来讲是一件真新鲜的体验。知道洋葱可以这样做，衣服可以这样染，洋葱好厉害。我就教你这啊，煮洋葱啦。你敢教咧？咁我就好省啊。嘉义县六卡乡农会为着要来推广洋葱规条拢会当利用的观念，邀请伫卡永恒村的社区长辈。做伙来体验食农教育，除了教用洋葱皮来染衫，佮教因用醋来腌小菜。过去常被视为废弃物的洋葱外皮，在这次活动中，作为天然的植物燃料，球茎部分作为处置的料理。正式农会致力于
推广资源再生，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过剩的问题啊，或者是它在种植的面积已经有超过这个有红字的现象，就已经种比较多。那当然这些作物呢，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呢，让大家都认识，然后了解它的好处。那家乡自6年前开始推广种洋葱，目前种植的面积已经有40家。那家乡农会表示，用在地洋葱做主角，透过实作的体验来展示农业循环经济的创新，嘛希望为社区来推广资源再生的观念，替农业废弃物开创新的发展可能。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的部分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为24度到30度。外岛地区为20度到26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万婷伫遮嘛祝福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会。